好来，乡亲啊，这个南投信义乡的葡萄开始咧采收咯。信义乡长专志坚讲，因遐葡萄海拔较悬，口感是 Q 弹好食，民众会当透过乡公所的面册来购买，支持农民。果子园内底拢是葡萄，虽然大水期无造成葡萄减少，不过转色期拄着几啊天的梅雨，让葡萄的生长有变化。不过葡萄的口感也是真香甜好食。葡萄的特色就是它的果肉会比较紧实，也就是比较有口感。那甜度都是介于16度到20度左右，甜度非常的甜。信义乡的葡萄已经要开始大出，第7月中旬的产量上济，品质口感嘛真好食。信义乡公所欢迎民众伫疫情期间会使透过网络或者是电话来支持信义乡的葡萄产业。信义乡的葡萄是因为是位于中高海拔，所以受到外界的污染，还有一些疫情的影响是非常的几乎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品质还是维持水准的一个品质。因为疫情，农民无法度伫产地将葡萄卖互人客，已经有真侪损失，加上冷冻配送要是卡掉咧。所以希望南投县的乡亲会使加来订葡萄，帮助农民渡过疫情期间的难关。这个一盒是几